牙齒結塞嘅3種修復方式，而家目前咧全世界都比較通用嘅都係一種就活動牙啦，一種就雙固定嘅臼齒或者前牙啦，另外一種就係種植牙啦。好啦，阿蔡醫生而家喺同各位朋友簡單闡述一下各種優點同埋缺點。第一咧，最傳統嘅就係活動牙。活動牙咧，佢嘅優點係乜嘢？好簡單同埋好經濟，就可以通過簡單嘅修復，可以令到你大部分結塞牙齒都可以鑲翻，同埋好平，唔會太貴。但係缺點就好明顯啦，就係大家細嘅時候見到阿奶奶攞啲假牙多出嚟洗，呢個就係比較唔方便啦。同埋咧，佢最緊要係恢復到咀嚼能力嘅咧，只有3成、4成左右，同埋容易藏食物。跟住你仲有另外一種選擇嘅方式係乜嘢咧？係固定牙。固定係通常我哋有一種咧就係叫做臼齒牙，大家都知㗎啦。而家臼齒牙嘅材質已經改變咗好多啊，大部分咧就唔需要呢將以前咁樣就底下有金屬，出邊鑲臼齒，即係後邊冇帶牙嘅時候咧，你好通過鑲牙係鑲唔到㗎。佢係需要點樣咧？前後都有牙齒，佢需要將前後牙齒磨晒，連埋一齊整3個、4個咁樣，先可以恢復到咀嚼嘅功能嘅。佢優勢咧，相對活動牙嚟講，可以恢復到7、8成嘅功能，咬嘢比較有力。咁跟住咧，仲做一種咧就係種植牙。而家目前嚟講係比較流行，同埋大部分人都會選擇，因為之前咧種植牙嘅要求咧，相對嚟講咧就比較高嘅。佢對於醫生嘅種牙技術咧就選擇性比較強，冇通過專業嘅種牙培訓嘅話咧，佢可能好多醫生即係未可以掌握到呢個種牙技術。好啦，而家大部分向大面積推廣，好多醫生就識種㗎啦。咁種牙咧，佢相對嚟講，佢嘅最大優點係乜嘢咧？佢唔需要將其他牙齒去進行咧車晒、磨晒、損傷到其他牙齒。佢同埋咧，佢可以恢復到9成幾嘅咀嚼功能。基本上你千年牙可以咬，佢都可以咬。所以咧，佢優點就喺呢度㗎啦。當然啦，頭先講嘅有力結塞佢都可以做到，同埋大面積結塞都可以做到。相對嚟講，種牙嘅修復範圍會好大嘅。佢嘅缺點就係一就貴啦。仲另外咧，佢就選擇性比較強，要求比較高，對骨頭咧，假使條件唔好，係唔可以種到牙齒嘅。各位朋友，大概講翻呢3種修復嘅方式，佢各種優點缺點，唔知你有冇把握到嘅咧？